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返嚟 VIP Money Talk 嘅經濟一周啊！截至2月27號呢個禮拜咧，全球股市嘅整體變動都唔係好大嘅，但係市場嘅氣氛咧就偏向審慎啦。原因主要係貿易政策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啦，加上市場開始重新評估呢個人工智能嘅板塊同埋佢嘅盈利能力。Nvidia 公布2026年嘅銷售預測咧低過市場期望嘅，令到科技股咧出現有啲壓力啦。喺加拿大方面 S&P 綜合指數咧小幅上升啦，由原材料板塊帶動，美國股市咧正輕微回落嘅。值得留意嘅係加美10年期嘅國債息率就下跌咗噶啦，反映咧資金有避險嘅需求。而金價同埋油價咧同步上升嘅。經濟數據方面咧，加拿大2025年第四季 GDP 按年率計咧就收縮咗0.6%。差過市場預期嘅，不過主要拖累啦係企業庫存減少啦，消費同出口其實仍然有增長嘅，全年經濟增長1.7%，屬於放緩但係未算衰退嘅。市場預期啦，加拿大央行咧喺短期之內好大機會會維持呢個利率不變嘅。喺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恢復10%基準關稅甚至考慮提高到15%添，同時重啟同加拿大嘅貿易談判啦。不過美加墨嘅協議今年面臨嘅檢討咧，貿易風險仍然存在嘅。歐洲方面通脹回落到1.7%，德國經濟略為改善，日本工業生產就回升，但係仍低於預期嘅。總結分一句啦，全球嘅經濟仍然係有啲韌性嘅，但係政策風險未消失。投資策略上面要保持分散啦，同時留意利率嘅走勢同埋資金嘅流向啦。好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多謝收睇。